好像是标致的，是标致，没见过呀。207cc， 一女的哎，感觉。关键他们这车好像都是女的。好像是。我记得技术一般啊。肉，哎，我记得，哇，真是哎。他要进去，哎，有好玩嘞！哇塞！我操！这出来了！那也出来了吧？好玩这车，这有点意思。那他也出不来啊！人家能翻出来，我要翻的！哎，这女太酷了，这女太酷了。